調轉咗位置。阿毛毛就瞓斑斑嗰度，毛毛係女仔嚟嘅，咁啊瞓斑斑嗰度，中意聞啲男人味係咪啊？啊，中意聞啲小鮮肉嘅味啊？斑斑後生過你1年，你又中意聞小鮮肉嘅味？阿斑斑咧就瞓咗毛毛最中意瞓嗰度。阿斑斑又中意姐姐係嘛？嚇，中意姐姐嗰陣味，嚇，中意大齡少女係咪？跟住咧嚟咗個八卦嘅，八八卦卦嗰個咧，呢個八八卦卦以為有嘢食，四隻入嚟啦，八八卦卦嘅，個肥仔喺邊啊？爭個肥仔喎，肥仔瞓咗喺廚房門口，以為有嘢食，